睇完翻嚟，我哋一齊研究下呢個文明。1929年，響土耳其伊斯坦堡發現咗一張15世紀繪製嘅古代航海圖。經過詳細分析之後，地圖放射線同海岸線竟然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空軍所用嘅地圖極之接近，而同衛星拍攝嘅地球照片比較，結果亦驚人地吻合。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18世紀之前飛機仲未面世，咁古人係咪用超越現代科技嘅方法繪製呢張地圖嘅呢？係咪咧？係咪用超越現代科技嚟到繪製呢張地圖嘅咧？即係點解會喺未有飛機、未有高空睇到嘅我哋喺個地球嘅時候，已經有張咁嘅地圖咧？嗱，我首先嚟講啦，呢張地圖係咪真嘅先？呢個要考證啊嘛。喺我嚟講，我唔知各位點樣去考證啊。但係咧，如果佢係紙嘅咧，首先第一個關咧你要過嘅咧，就係碳14，睇下佢係咪斷代，睇下咪嗰個年代先。因為你如果係19幾年攝入去嘅咧，好可能係假嘅，冇乜意思啦，係嘛？即係我咁睇，呢啲根本上對於我嚟講係第2手、第3手、第4手嘅資料。咁即係嗰個人，即係佢一開始一個考古報告嘅時候，可能好清楚。咁佢作為一個普及宣傳，就唔講到咁詳細㗎啦。咁可能已經做咗某些嘅版本學上嘅考證都唔定。咁我係咁樣睇。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咧，話人類知識嘅傳遞咧，好多時係靠啲信任嘅。如果你乜都唔信，見到一揦起未見過就假，咁就好麻煩嘅，其實就。係喎，師傅教我咧，千祈唔好信喎。咁即係咩都唔好信。你唔信，你有個原因啊，即係講得出個原因。嗱，譬如好簡單啦嚇，即係如果你話專家鑑定啊，就信啦嚇。就最大嘅笑話啦，我相信啊，最近呢10年咧都係大英呢個美術館啊，有好多專家鑑定過，唔係好耐之前嘅喎，即係呢最近呢200-300年，好多係認為必定係某幾個美術大師畫嘅畫啦。結果而家咧證明咗原來超過一半都係假嘅。我都信服八哥講咧，即係有啲嘢會係假嘅，啲專家研究過，譬如好似耶穌個裹屍布咁樣，好多年以來都話佢係真嘅，足之都係研究到佢係假嘅，即係會有呢個問題。但係如果呢一張圖假設係真嘅，佢係點樣畫嘅咧？因為嗰個時代真係冇飛機嘅喎，佢用啲乜嘢嚟到，因為你要高空先畫得到呢個圖。嗱，我哋而家假設呢張圖係真嘅，佢應該係點樣先做得到呢張圖咧？有冇可能性或者佢係啱啱碰到咧？如果你真係假定佢係15世紀，當係真㗎啦。嗱，我先頭想討論嘅咧就係先有咁嘅基礎先。我而家當住你係證明咗咧，即使你證明咗咧，我剛才睇埋佢嗰啲圖，我亦都唔見得佢係好吻合現在嘅嘢。因為而家我哋睇一般嘅地圖咧，南極洲係成個嘅。咁其實南極洲咧下邊係應該2個島，上邊俾冰冚住啫。咁應該嚟講係近呢幾十年先至發現到原來下邊係2個島嚟。咁你即使係呢個南極係2個，咁你1個、2個、3個3分1機會啫。咁嘅情形之下咧，我係未因為咁就哇即係好驚奇啊！覺得係以前好高度文明咧，未必可以嘅。不過咁講咧，即係或多或少咧，即係一發現一啲咁樣嘅嘢咧，多數都會令我哋有一個大嘅興奮嘅，即係話我哋嘅古代一個好神秘嘅古代咧，即係有好多嘢會流傳落嚟咁，即係始終都會帶俾我哋一啲嘅繼續研究啊，繼續繼往開來啊。有個新學説就係話可能喺萬幾年前咧，有一個非常之先進嘅文明就已經完全毀滅咗。咁而家一般嚟講，考古學咧，我哋都係認為人類嘅最初文明係5-6千年到嘅事嘅啫。咁如果話萬幾年前有一個仲先進過我哋嘅文明咧，畫一幅咁嘅圖就唔係好難嘅啫。即係喺嗰段時間留落嚟嘅咁。咁你如果問一個問題，咁多嘢唔留落，就留落一個咁嘅圖。呢個圖係紙嘅。如果佢高度文明咧，肯然有合金、有金像啊，佢係唔會電腦啊咁破壞㗎嘛。因為嗰個學説你能夠形成咧，就唔係話一個咁嘅例子嘅，因為仲有其他好多解釋唔到嘅例子。咁譬如話喺啲印加嘅墓穴裏邊咧，發現一個類似飛機模型嘅東西啊。咁有啲人話佢係雀嚟啫，咁但係有啲飛機師咧一望就話係飛機。咁另外咧，印度有一本古書咧，就嗰啲內容咧就好似係描述緊一個核戰啊或者飛機大炮咁樣嘅。咁同埋有人喺巴基斯坦發現一啲嘅人類嘅遺骨咧，又插一插，先頭又係南美，現在去咗印度。究竟呢個國家文明嘅古國幾大咧？我哋現在都冇統一個國家嘛，所以我傾向於咧，你嗰個咧係一個好好嘅意願
但係未實證咧，就真係要攞。我呢個我都唔係話信得晒，因為只係可以資料提供咁樣。好啦，咁我哋喺呢度咧暫時即係大家停一停頓，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哋講幅地圖咁，引起大家咁多嘅睇法啦，即係咁地圖可以係真，可以係假，的確係可以係假。但係跟住落嚟，我要帶俾大家嘅呢樣嘢咧，就一定唔會係假，因為活生生咁擺咗我哋嘅面前呢幾千年嘅，就係石柱群同埋金字塔。喺英國南部嘅沙里斯布萊平原嘅巨大石柱群，就曾經令到唔少人由17世紀開始深入研究佢嘅實際作用。結果發現，佢係一座可以精確計算、記錄、預測天象、日食、月食同種植季節嘅古代天文台。而講到古天文台，最偉大嘅就莫過於埃及嘅大金字塔。佢嘅結構同作用，更令無數嘅天文學家、考古學家、數學家以及建築權威嘆為觀止。喺金字塔中心地月嘅石級，建築角度係26度17分，係對正北極星嘅位置，所以被認為係地球上最古老同最大嘅觀星台。另外，金字塔嘅4面係對準東南西北4個方向，據講咁樣就可以使到塔內嘅溫度同濕度保持不變。亦因為咁嘅原因，葬喺塔裏面嘅法老王屍體就可以保存5000幾年都唔會腐化，的確相當之神奇啊！另外，專家仲發現到，由子午線通過金字塔頂將地球切開兩半，每邊陸地同海洋嘅比例竟然相等添。根據一啲數學家研究發覺，如果將金字塔底除以高度嘅2倍，得出嘅圓周比率派，佢嘅準確程度仲達到小數點後1萬個位添。而家只有現代超級電腦先至可以做得到。至於建築方面，即使利用今日最先進嘅建築技術，我哋仍然冇辦法複製一個5000年前嘅金字塔，因為金字塔係由260萬塊，每塊重達12噸嘅石頭砌成，石塊之間連刀片都攝唔入。究竟呢260萬塊石頭係點樣搬運同建築嘅呢？到而家都仲係一個謎。嗱，對於我嚟講咧，無論係石柱群又好，金字塔嚟又咧，都係只不過係旅遊嘅重點嚟嘅啫。咁啊，好多研究咧，我自己真係門外漢啊。咁啊，八哥啊，對於石柱群你點睇？有2個地方我都到過啊，石柱群咧就冇咩拗頭噶啦，因為咧有好多已經考證得好明確噶啦，就係、實際上咧就喺公元前大約係1800年到1400年之間嗰段時期，分開唔同嘅階段設建成嘅。咁佢咧就係因為咧嚇喺嗰條有一條啊，即係正式嗰條通道咧，嗰啲群咧個通道咧嚇，就係依個正咧。如果你夏至同埋冬至嘅日啊，係啱啱太陽起嘅時候咧，係啱啱個角度對正。咁所以咧就相信咧，當時咧就算唔係用嚟做一個氣象台都好咧，或者係一啲拜天教之類咁嘅嘢啦，咁啊冇咩特別係拗嘅地方㗎啦。不如我哋都談下金字塔多啲啦。係啦，即係金字塔咧就係即係我聽人講啦，即係話頭先我哋都聽到好多有26度啊，對住北極星啊，入邊嗰個又唔知圓個派啊，好多嘢。咁其實阿 Sam 喺你嘅睇法嚟講，即係唔係咁樣樣？有好多資料就可能以訛傳訛，越傳到越神奇啦。咁譬如話嗰個派嗰個數位咧，就我所見到嘅文獻咧，佢只係話去到小數號5個位啫。咁原來5個位咧就係1/1000啦。咁傳下唔知係咪傳到小數號1萬個位？呢個冇乜可能。1/1000之一變咗1萬個位。呢個以訛傳訛。咁另外咧就嗰個26度嗰個咧，有啲人話係只係一個好普通嘅斜度，係1比2嘅斜度嚟嘅啫。同埋嗰個話天狼星射到入法老王嗰個墓穴咧，咁呢個有人做過一個電腦模擬咧，就話唔啱嘅。嗰陣時覺得星唔係嗰個。咁至於起嗰度咧，就好多學説啦。咁有啲人話嗰度周圍係沙漠，咁啊冇可能起得到。其實呢個所謂古文明咧，係咪以前真係有或者冇？喺邊個年代有係出現咧？咁我自己係覺得咧，喺歷史嘅長廊裏邊咁耐咧，自然有啲人係有啲文明嘅。但係呢個文明係咪要高到不可攀咧？咁我自己傾向咧唔會嘅。咁但係個高度咧，而家又點解又失落咧？即係滅咗咧嚇？咁好似我哋失傳啦，功夫都有失傳啦。咁最主要咧就冇後繼。咁譬如你升起咗之後咧，嗰個基礎其他嘅知識咧冇湧現提高一格。咁所以
我哋會而家睇嚟呢某一種現象咧，點解嗰陣時咁叻，而家冇咁叻咧？會唔會係嗰陣時咁高嘅所謂科技咧，古明做嘅嘢咧，而係嗰陣時嗰個年代嘅人都唔識點去記載呢一樣嘢落嚟俾我哋咧？或者係外星人幫佢哋起嘅，根本佢哋都唔了解係呢樣嘢係點樣做，佢哋根本記錄唔到翻。即係我能夠答你咧，就係我冇外星人嘅睇法，我係完全唔同意啊，係嘛？咁我諗有啲至於話知識嘅遺失咧，就其實大家睇翻歷史，好多啲暴君係縱火狂嚟嘅。咁譬如凱撒大帝就將亞歷山大圖書館燒晒。咁因為亞歷山大大帝咧征服咗埃及之後咧，就喺嗰度起一個圖書館，將當時所有文獻擺晒落去。咁唔知會唔會一把火燒晒？咁另外項羽咧入咗咸陽之後，又係燒咗阿房宮，據講咧燒咗3個月。咁其實秦始皇燒嘅書咧應該唔夠項羽燒嘅書咁多嘅。哦，遠遠不及咁多。咁所以就呢樣嘢，你譬如話燒晒咁，絕對唔出奇。即係喺現代咁科技發達嘅情況之下，但係點解都仲未能夠推敲到，即係一個金字塔到底係點樣興建出嚟嘅咧？其實有好多個學説嘅，就古靈精怪咩都有。有啲又話起一個斜嘅路上去，因為如果1比2嘅斜度咧，拉嚿咁重嘅石上去應該好難。咁有人話就直頭起一個斜台，起完之後拆翻佢。咁亦都有人話咧，就呢個好新嘅，就係一個法學家，法國嘅法學家話，嗰啲石唔係成嚿拎上去嘅，係好似紅毛泥石屎咁樣倒出嚟嘅。我自己相信咧，第一個咧就可以接受，有話你有個斜坡，咁啊將啲力就減少咗，你可以拖力拖住佢上啊，或者係捆蛇餅咁都係解決，唔係即刻提升啦。但係你話咧咁倒石屎咁嘅情形咧，我認為咧，你現在任何情形之下，你攞佢一嚿嚟到分析咧，都冇咁可能嘅，因為啲岩石咧係要靠高溫度溶解嘅。嗰陣時咧，火嘅形式咧，我哋未有咁唔能夠有咁嘅高溫嘅火。不過嗰個書我未見過，因為佢係喺法國嘅科學家、化學家嚟嘅。咁相信佢係用一啲可能係聚合嘅方法，就或者唔使咁高。我只能夠答你，因為我哋行家咧，大家嚟講一定，如果係真嘅嘢咧，我哋應該要流傳喺度嘅啦。我相信呢啲係道聽途說啫。但係即係有啲資料咁話俾我哋知，譬如話當時嘅地方，即係埃及咁人口又唔多啊，唔會太多。咁然之後就要個260萬塊嘅石，然之後可能如果以佢哋當時嘅技巧咧，可能即係每日即係整幾塊嘅啫，可能要整幾百年先可以整到個金字塔嘅。咁個皇帝死咗好多次都入唔到去住啦咁呢樣嘢係點睇咧？即係呢個歷史有，即係點解嗰陣時咧？譬如尼羅河之西嗰個時代啊，實際上唔係沙漠嚟嘅喎，係好有即係好富裕嘅地方嚟嘅。咁至於啲石究竟喺邊度嚟，當然難講啦。但係啊，一點咧就係嗰個時代嗱，啲暴君咧可以一把火燒好多嘢啊，但你亦都可以咧係逼好多人咧去做一件即係建設性嘅長城都一樣啦，係嘛？咁咧佢如果你啲人命唔當係一回事嘅時候咧，就呢樣嘢都可以理解㗎啦。所以難怪而家就起唔到，因為大家都當人命係相當重視嘅一樣嘢。至於起墳墓咧，就好多啲皇帝一職位咧，就已經派人起定自己嘅墳墓㗎啦，應該嚟講。中國歷史上都係咁。咁啊金字塔雖然話我哋已經擺喺我哋眼前咁，但係其實頭先都有好多嘅研究，即係大家都未係好解釋得好清楚。咁頭先我聽到 Danny 講咗一樣嘢，就係關於可能係外星人起嘅咁。咁啊好啦，我哋或者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就研究呢個課題，外星人呢個課題。